4月到5月哦是游桐花的季节，今年新德县的桐花季哦，今仔伫五味乡起果，除了看花哦，嘛了解在地人文甲风景，佮有市啊，要来展现新德客家庄的多元甲丰富哦。今年毛用着是的在地食材设计的冬花料理，咱做伙来看卖。 精彩的舞蹈，亲像游桐花的花蕊在天顶跳舞同款。靠传统的客家山歌，让民众愈听心情是愈轻松。这阵当是游桐花开花的季节，也吸引不少游客来这佚佗。桐花很漂亮，然后天气也很好，一路来的那个风景都很棒，是很漂亮，然后。 感觉看起来就像雪花一样，就是这里的桐花像5月的雪。文化局指出，新德县内真侪所在目前开始进入花期大开的时间。今年也针对游桐花相关活动，特别规划赏花路线，更以在地食材设计出好食的料理。因为天气的关系，大概桐花我们是从嘉义一路的开过来。 那可能南部的话开得比较快，他们现在几乎已经到了那末期了。那慢慢到我们新竹这边来的话，应该算是中期跟盛开的时候。桐花小旅行我们有3个乡镇，包括新埔、包括横山跟关西，有4条路线。那也是希望说大家利用这一段时间的话，都到室外来走动。活动中还有在地生态教育、客家艺文创作，展现出新德县客家族群多元文化。 和大家来看5月4时，摆档体验在地特色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